拉克勒斯與雅典娜。話說大力神克拉克勒斯行緊條窄路，見到路中心有個好似蘋果嘅物體，佢好奇用腳撩咗下，咦，咩嚟㗎？點知一踩，個波突然膨脹變2倍大。克拉克勒斯嬲嬲地再用力踩多腳，同我縮返細啊！誰不知越踩越大，個波脹到似個西瓜。佢激到掹出木棒狂嘔，打我啊笨！點知越打越脹，最後成個波塞實條路，搞到冇路可行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雅典娜女神閃現，無奈咁話：大佬啊，你唔搞佢就冇事啦。你越同佢鬥氣，佢就越膨脹㗎。加塞冚條路，你開心啦。所以話呢，一有時唔係靠大力就解決到問題，二越係同麻煩嘢糾纏，個麻煩就越變越大。三最抵死係，連神力無邊嘅英雄都會犯呢種低級錯誤。記住啦各位，下次遇到唔順眼嘅嘢，唔好即刻用暴力解決。可能你唔理佢，佢自己就會慢慢縮細㗎。否則好似克拉克勒斯咁，最後自己堵住自己條路啊！Tilda